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言语爱袂转来。 唔好阁按人情，迄下春雨好心属用计条的生意，将迄计条零衫唔比阿春雨嘅酷刑，还有一条嘅污费，怎会造成根本嘅问题嘛？有数造成问题，所以因为真有问题啊。问题做得解决啦。跟你打算用中。 来做啲老太家讲，请迄太家唔好阁追究，计条生意，还做啲继续流动民俗啊。就算计条生意来留下来，其他咩无法度继续回到民俗来做生意，而你查课来无法度经营下去，计条生意来个学费，还有生活费。 学费嘅问题，来做啲老太家补习啊！像迄太家哦，很善忙，成绩优秀，做啲那种福建，安用负担应该唔会太大。因为上课那样，一下由政府嘅社福团体建议，就算按你嘅数流係合法嘅，按你没有够事前，请几条专业嘅人员。 对啊对啊，都是有钱的呢。来做啲改前10条路来做啊！之前你民宿已经欠赔偿单的债务咧，你下要经过媒体的报道，那条银行已经唔会借你钱，连之前你借嘅钱，佢哋还没有拖转去呢。你知道你哋去检查，咁做得解决问题？那条事哦。 没谁个钱，反正钱做得解决的事情，就系谁嘅事情。像迄几条零衫唔好个抗议，我会想办法去请钱嘅。蔡老板吗？我有件事想找你谈谈。卢议员跟那些左邻右舍实在是太过分了啦！大家都邻居那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亏我之前还帮阿慧她老公介绍工作，这些人还是不是人啊？那就全部都为本人送走咩？你就唔是小啦，
窗外啊，顾好，好教给功课就好嘞。春怡呀，民宿被那些人这么一搞，都没生意啦。就算他们想要过好课业，民宿没赚钱，他们怎么念书啊？小妹，你用没啊？小妹，春怡，我先走了。小妹，你用没啊？做乜嘅敷衍一生人做上來啊？人做唔定按用草定，乜嘅都唔做啊。古數咧，你有想到其他嘅方法嚟未？我想同部落嘅同行寫一年嘅感情，利用名錄嘅力量哦，冇聽錯，做得用發通連數嘅方式，本體之間唔好分開來啊。是咪阿姐講嘅錯？我要做啲天數來查用嘅本體之間討厭本人使用係合法嘅，等下查出來，人就做啲照計條嘅條件去啥嘛？太好咧，小楊，按住寫哦。我按用講啊，是咪阿姐？我也係亞威嘅一份子啊。我冇係讓我28歲啦，我20歲真係用家己嘅啦。好咧，莫講咧，學仔咧，莫講咧，好咧，莫講咧。去買錢，不然就留本來個啊！我做乜個你還總得用？我建議係本來老公講狡辯哦，你睇下咩長老律師通過天法咩？你要去留本嘢為啥呢？我等到你20歲嘅時候啊，這樣做得用誒。我又沒偷你嘅錢，沒搶你嘅錢嘞，你還馬上就冇資格去用呢條錢啊！總經理，客戶已經在會議室等你了。好，馬上過去。你爸，我最近有試着，張先生先拿掉錢來用啊，拜託你停手啦。哎呦，你又唔明啊，係唔係停手你嘅問題啊？你到底談什麼啦？哎呦，是你啊！你把個條件冇看到你嚟啦，一下就3二睇去，你係暗瘡面要叫我嘅聲音咯，你係開咗你翹嗌啊！係會困你了，不過呢件事情哦，唔係你幫唔提醒你哦，實在係因為呢係法律嘅問題啊！你就根本冇想參愛啊！你就本唔到愛把愛妹來吹散，得唔到半點好處，就冇想參愛啊！一禮拜讓我調到35卡，下禮拜又讓我調到85卡，你就讓我調來調去。根本冇影響嚟參愛啊！我又唔係研究。我就咁樣做係為到幫你脫離吧。韓國哦，特徵嘢啦，你係新疆基金地圖，繼續幫你嘅人用錢啊！你哦，攞其他成員都比起來呀，你係錢源哦多加錢多啦。地著韓國哦，未冇裝備為動嘢面條錢，講你留面線，因為係你愛嘅啊！係你就俾人家學嘅。馬上做得俾你天通啦！韓國啊，總講一句啊，你呢下先發哦，按歡喜吃菜啊，攞其他嘅成員都比起來呀，你哦幸福到咧。係誰哦？我又開會咧，冇重要。
有嘛个事情啦？你爸，你敢做的现讲爱情，爱喊白袂万一啊！乜噶？你聽我講乜噶？響社上咧，我冇談到。拜托你爸，现讲爱情，爱喊白袂万一。哦，實在難得咯，係講你跳擺時啲講，我對我尊敬到客氣到啊，咁咪前好咩？了錢哦，那去啦，唔是一般啦，我為同你下張嘅冷用錢地都扣啦，到時啲咯，唔好講二百愛壓差咯，個錢財嘅管理嘅概念啊，係充實水培養嘅，那呀。我嚟開會咯。唔好啊，再個浪費時間留你頭頭呀。你也唔通來講啊！行嘅你廠，嚟幾件講我當清楚啊。有面上嘅問題，出可以解決。盧議員，唔做得天數，拜託大家，我捱到較多條嘅時間，將沙飛橋人小可通用到嘅，拜託你啊，盧議員。唐先生，你作為你先生嘅人，應該也素養咁要合法係民法嘅問題。唔但你喺我出面去講，也做喺行後門搞之劇，也唔係你做先生嘅人應該講嘅話。親啱嘅。我冇送。盧議員，盧議員，盧議員。林太太，我是唐先生。緊走啦！你一家來三四家，你吵死人呀！你唔緊走打叫警察來了，緊走，吵死人，吵死啊！哪位？陈先生，我是唐先生。老师啊，你不要再来了啦！那民宿不合法，就是搬出去嘛。一天来那么多次，你烦不烦啦？不要再来了哈！陈先生，你听我说嘛。你来一次我破一次，看你还敢不敢来？晨晨，又出来！阿瑞，你冇人用啊！哎呀，做唔到佢有麻煩啊！拜託你來陣好冇？啊！冇，敢相信嗎？超有神情，聽說做得咁通人嘅，韓國冇試過奶，用乜啲佢哋很殘忍，很殘忍。就算哦，搶存一副卡給你，很殘忍。阿春就有希望，明秀就真得生存下來。而張某一相信啊，嗰條人全部都係冇同情心。聽說會有人自殺出現嘅。你係唔係有同情心，也係冇同情心問題啊？你看人一樣誒，哎呦，我不笑呢。阿麗，我做得做誒，chẳng有一條，你唔係強用誒，你用屬於自家嘅方法解決一件事情。雖然哦，冇人愛講，唔講愛啲啊，嗰時候。
本来尽一份心力啊。你看，我身体真好啊，你唔是说啊？我哦，看到像牛样的哦。一个新的后人用的腔样，很难学啊。上夫，福利莫少妙。好啦，唔讲加转去啦，看嗰条声音诶，还有阿翠儿，哎呦，最近还係真少見到咧。竟然係咁樣一家一夫一講啊！錯啊！哎呦，想去田轉副卡嘅路況，再試看下。再講哦，你看，全身都耷老誒，看起來敢係真感動人啊！想哦，嗰條臉紗可能較容易俾我感動啊！講錯冇啊？更加在意啦！更加適應到。那个世界多一个神天人员啊，跟一堆同志，條下將要阿姐下來，咁係阿姐邊個呢？做咩啊？因為啱嚟唔睡冇啊？你一陣太子啊，幾年啊都冇看到佢啊，佢出去有冇講佢去哪裡？唉，太子哦都幾多歲咧，你哦冇大伯都按緊張啦。唉，經過了這個事情啊，太子啊幾經太咧啊，唔是笑啦，總係哦要變佢去啊。感覺你要一年到晚來去掃地順風，你才會安心嘛？迄話唔係按樣講啊，也係個情形無強樣的啊。係講盧主條嘅來的啊，聽人如何打太子用個啥喏？係講有人無喜歡太子打佢用個啥喏？最近哦，太子嘅運氣哦唔好。太子嘅運氣哦好也唔好，還是唔啲啦。不過我哋一啲都應該面色哦，真唔好咧。哎呀，你冇事情啊！阿明咧，太子還冇轉來啊，我冇安心啦。我看哦，我喊迄個去天氣較好咧。哎，做咩啊？啊，迄哆來咪哦，幫你照顧一下，我迄個天天轉來哈。啊，好啦，那我去送做得了沒？做得。奇怪咧，俺不也係用呀，搭3年都小牛呀，俺啱紅咧，來都來唔切。年轻人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就回去休息啊！你累了一天了，不要在这里逞强了。师傅，我还可以啦。身体还是要顾啦，不要为了赚加班费摔一跤，连赚医药费都不够，这样值得吗？谢谢你啊，师傅，我会小心的啦。你真的可以吗？你已经超时了，万一出事情的话，我也要负责呢。师傅，我说过我可以的啦，拜托你再让我多做一点好不好？好吧，
那你就小心一点啊。嗯。 2770。阿磊，哎，局长，你有没有看到大志啊？这干嘛？这个啊，是我今天赚的钱，以后我会把每天赚的钱都交给你。哼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自己不用吃饭，你不用养你老爸老妈。 我家的事你不用管啦，民宿现在缺钱，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啊。哎呀，我家的事啊，我自己会解决，而且拿你的钱，这像话吗？你怎么那么见外啊？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你还把我当外人？要不然我可以把你当内人哦。知道我们不可能啊，我也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，你不用紧张啦。我们的感情早就超越一般人啦，而且我橘子还怕没人要，这钱就当是我借给你们的好了。如果觉得不好，那就当做我投资民宿啊，以后我就是你们股东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呀，橘子啊，你的好意我收到了，真的谢谢你。不过现在谈入股的事情还太早，我要去找大志啊。橘子，真的谢谢你。 好有电力，好有魅力，好 man 哦！唔敢唔知你做乜嘅？你阿都幾多點咧？你喺啲嚟做乜嘅？ 这样想哦，甲存到钱，天数民宿都过一班难关啊。假使你真紧哦，而天数存疑，你俩都让人来赚，好好老是不是哦？标的突出档哦，我过不出意思。钱嘅事情哦，要要解决了。阿你讲，所有嘅事情哦，都会因为爱怎么有嘅啊？迄讲哦。 每个事情我冇想清楚，就答应一条事情哦，也唔会发生啊。两件事情哦，你已经讨论过咧，你迄位都要叫什么啊？叫什么哦？有千道方法，不过我少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。也好，呢栋民宿一系列都冇平安咧。 按本米上然後按上網嘅老係出師傅，人用去做啲專業讀書啊！阿你講，你咪想去清掉行李吧？做乜幾年一條機費人本愛啊？你老人之間哦，想到特別態咧，跟民宿嘅問題，老人根本都冇關係啊！你倆都讓人落去賺。 唔好，我不出意思。佢冇看到伊，根本都衰唔停點哦。讓我落去轉啦。迄個捱到本人送到冇ky嘅寄養家庭，你知道係有乜人衰落教啊？阿你講，幾捱副卡誒，你點我啊？仲講哦，你冇想去入屋人，本人打身體啊！ 4個月已經太冷了。所以齐疗部不用送了啦，没关系。
所以我真的很感动，也很感激你为了这些孩子付出这么多年的心力。但是我希望你能了解，我们不是站在刁难你的立场上。弟弟啊，我知道你们不是刁难我啦。现在不光是领养的问题，就算是完成领养的手续，你觉得对他们这样好吗？有哪里不好？我知道你们经济上有问题，这个困难我们可以解决的。所以你为什么不换个立场想一下？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这些孩子找到适当的寄养家庭，有更好的求学环境，更好的照顾，这样子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啊。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考虑一下，过2天我再来听你的决定。谢谢哦，再见。我不要。阿翠，我冇離開阿 V， 我老二還有阿瑞哥喺度強下。我嘛係。捱看哦，有冇幾用家庭愛捱啊？既然大家都要留下來，我當然要替叔煮飯啊，係冇？阿春兒因為做嘢潮啊。阿春兒有冇想喺老了分開？阿春兒。夏一磊，你给我出来！夏一磊呢？阿磊哥在吃早餐。高手妙的呢。阿春兒，這高手用啊用錢都要死啊！用的呢，唔得偷去叫啊！有事情啊，来去看一下迄高手请阿瑞做嘛嘅啊？你要见他阿姨。夏一磊，你搞什么鬼？这是摇滚的精神吗？这是创作人该做的事吗？你为什么跟差老板签约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是我个人的事情。夏一磊，你高手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笨蛋，他不接受艾尔的邀约去日本也就算了，现在竟想咆哮我们这些团员，跑去跟那个像吸血鬼一样的蔡老板签约，还要出什么口水歌专辑？我现在创作遇到瓶颈，写不出歌来。现在有伯乐愿意帮我出专辑，哎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你们该恭喜我才对吧？哎，我吃饱了，你们各自忙各自的吧。阿磊，你的理想去哪里了？你的坚持去哪里了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难道就要放弃了吗？你给我回来，夏一磊！你不知道我们都在等你回来吗？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给我回来！阿磊，這係你解決問題嘅方法咧。外地喺呢度簽約見，如
为要签约前，民宿的财务就做得签字结结，要做得倡导产业嘅教育人员。不过你按用牺牲自家的梦想，迄种你根本无想要做的事情，你久久都唔会欢喜嘅。晨晨啊，你那个想做太备胎咧，迄彩条家哦，大兵本来明年艺术创嘅表演咧，韩国将出外量身，又做在哪费钱？嘿，你安怎机会哦，我因为做在风险咯。你根本就无想要冲口水歌，你莫个偏爱咧。晨晨啊，你系喺我下玉类东山再起亲好机会呢，我系用清醒的姿态哦，去你唐总的面前，你看风雨得位啦。我没对他比起哦。阿瑞，你讲化疗的技术很差哦，也跟戆固。阿瑞哥最近想唔出国的哦。我说，你让他去创陪你下个国，去安用没？你天俊还戆动啊？唔过啊，你知道阿瑞哥当年练吉他、写曲儿，佢真紧会写唔出来哦。刚才佢知道佢下个清饭堂，我说就唔下嘞。你知道会冻饭堂哦？唔会啊。该出错啦。阿瑞哥哦，会做几件无想会做嘅事情哦。听说个味道民宿，味道他自家。系讲真见无其他嘅方法咩？我有办法。太子，等下。咱来做嘛？留到书本人集团，我要开欠。我同讲，我唔爱啦。龙医院呀，全都跟挨唔错啊！请唔变个查克，变个挨掉太子家好冇？迄讲公众限体嘅钱，挨硬硬哦本吉打，唔讲打几多钱哦，挨都唔会还输嘅啦。呀，迄样咪啦。鬼屋卡你准备唔清楚，都带关键喺哪？关键唔免挨，也唔免挨来嘅，咪清楚啦。挨来嘅问题，唔免看人家到亲面嘅原因，伫喺系统，爱怪呀，就怪人家都唔认知，咪最简单嘅问题。嘅为做都做得，马挨、大挨，挨都冇要紧。不过，请你留其他阿叔阿姨讲，唔好叫做挨掉，叫做本民宿做生意好冇？拜托你。拜托你，唔好欠挨掉，天数挨掉啊！拜托你，你让阿叔，拜托你天数啦，那就听说会过好嘅，你就唔好按计较。错啊！你爱挨掉做乜嘅都做得啦。唔有就按去做乜嘅咯？挨咩國家嘅？我也冇法度做喺佢身邊呢。呢個挨冇阿春兒，冇查克，挨就冇副卡嘅。
我嘅阿妹已經冇票，唔記得我咧，笑容也冇地方去咧。阿春對我就真好，我就會想辦法幫助阿春賺錢嘅，拜託你羅叔，拜託你。我咪冇高唱一切安樣，本親切看到唱每個垃圾強浪，跳過來跳過去，我終於了解，我冇離開你啦。杜先生，拜託你聽出愛到，你認識安東尼，你聽說早點聽出愛到呀？拜託你啊，杜先生。杜先生。拜託你，拜託你，拜託你。人家就係你蒼白嘅樣嘅啦，本人看到，冇諗到我欺負人家就死人，行起來行起來啦！你答應了沒？我做得那特，太子大我拉嚟提供。我要做的老媒提供，之前全部作為武費。夢兒，是夢兒，是夢兒。我以前上莊老莊幾度嘅人講，本民俗解敗機會。不過我也冇辦法解決人家就經營不良嘅問題。阿春兒欠人嘅錢還係愛還。主品也就幾個4年咧，讓我有辦法繼續經營民宿咧。盧議員，以向阿人聽說愛到，愛到已經挺歡喜咧。安子說，笑容馬嘅都唔會，我笑容會行下什麼？什麼？如阿叔。你聽說愛到，其他哦，我哋各位想辦法，真嘅是夢兒。好啦，我轉移啦。愛子誰哦？子誰？小龍做乜嘅呀？有沒有要買你嘅 PSP 咧？真緊啊！出去做車啊？今晚嘅問題我看唔出來，你來回答，張老給講家事。好，冇問題。哎，你哋做乜嘅啊？孩子，你要到工地打工，天時暗夜帶頭上行出汗啊！你用咩啲啊？我派人聽等你啊！真嘅係假啊？當然係假，戇姑。仲講啊，唔好誤壞佢自家嘅身體哦。冇想到阿杰佢竟然很攞佢嘅寶貝拿出來捧賣。之前哦，我常去吃到
因做嘛个按衰，听讲吧，做嘛到一半因拄到按多个衰事情，真竟迄忝唔公平咧。不过也建议大家心情安定青岛。你伫迄味道嘛该吗？唔伫啊。不过吼，我老爷感觉有着去冲呢。也建议我嘛亲像无按放纵的呢。还想来青岛，我知道太一家都太累，小勇比过去还较坚强，而且嘛较愿意付出，唔会老头白强样同太一家有距离。连你哦。那个铁齿刚刚好嘅人，蛮愿意拜托人嘞。原来有铁齿公安好啊？有。那牙齿哦都会正经嘅，哪有铁嘅啊？你很冷哎。可能哦，讲会错啦。我缺好一种，他自家味道去看事情哦，向下打拼的感觉。我嘛知道，我每个月过过死死3年。你简单做唔起3年啊？小荣，你买的是这里边安台啊？你用啥这么多糖眼功法啊？你本来就唔系这个人啦，你很有爱啊，爱爱你太子。你真言动机车哎！我不讲啦，太子爱你。我不讲哎，讲电影哪呢？素梅啊，去捡风水啦！唔知你啲水哦，要寒到哦。喂，素梅啊，真见得假啊！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好嘢嚟啊！出发啦！素梅，终于了！哇，咁真嘅听咩啊？我都很祝福咧，人做几岁哦？素梅啊，做去捡风水哦，较舒爽啦。素梅啊，给祝福我讲说啦，你唔会为咗咧按些事情，攞嚟计较咩？素梅，素梅，冇教你啦，素梅啊，素梅，素梅啊，唔用啊，素梅，心怡，心怡，心怡姐姐，橘子姐。你买这么多是要给阿春姨的吗？对啊，给春姨补一补。这些中药材啊，是我一个亲戚在卖的啦。医生说吃了可以增加免疫力、补血养气、增加营养啊，很容易煮的。你只要买只鸡或鱼，加水炖就好啦。谢谢你，橘子姐。哦，还跟我客气什么啊？虽然我跟阿雷当不成男女朋友啊，可是他把我当自己妹妹看，我也早就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啦。橘子姐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春姨他们还没有回来？他们昨天晚上就去医院了哎，我们又不敢打电话吵他们。医生要安排时间才能详细检查吗？要不然阿春也在医院休息打点滴也要时间啊。可是阿春也没有回来，我都睡不着。橘子姐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春姨她会突然昏倒？一定啊，是你们这些小毛头太让春雨担心啦。加上最近查课又有些问题，春雨的精神跟体力才会一下子负荷不了。哎，
你们忘了，之前春雨的身体就有些问题啊，医生还要她追踪治疗嘞。阿春怡在我们面前都装出没事情的样子，她心里一定很煎熬，却又不肯跟我们说。其实平常都是阿春雨照顾我们，提醒我们这个，提醒我们那个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自私，根本就忘记阿春雨最近身体根本就不好。橘子姐，你带来的这些东西，我会弄给阿春怡吃的。所以说啊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。哎，我好像用错成语了，我回家查一下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